如果學生已經有呢個 APP 賬號咧，咁係咪可以用依家呢個賬號去參賽咧？咁樣，咁咧呢個答案就係唔得嘅。咁今次咧，我哋呢一個比賽咧就會統一咁樣派發比賽嘅用嘅賬號啦。咁學生係必須要使用我哋今次派發嘅呢個賬號咧，先可以登入去頁面度進行呢個比賽嘅。老師上年都有查詢過嘅，就係老師可唔可以睇到我哋學生嘅作答情況咧？咁樣，咁因為今次呢個比賽咧，其實我哋就唔設有呢一個學校嘅管理賬號嘅。咁如果老師咧真係需要去查閱翻學生嘅一個作答情況嘅話咧，咁其實佢哋可以喺比賽之後嘅一日咧，同我哋聯絡啦。咁我哋都可以提供翻佢哋作答嘅情況，大概作答嘅情況係點樣咁樣俾老師知道嘅咁樣，係啦。咁亦都有學生問啦，咁如果學生錯過咗其中一日嘅作答咧，可唔可以補答啊？咁樣咁上年咧，咁其實都有情況出現，就係可能中間有一日啊，學生唔記得咗登入作答喎，咁樣咁可唔可以補答啊？咁其實咧就係唔可以補答嘅。咁頭先我哋同事阿 Ellie 都有講到啦，咁如果學生可能唔記得咗某一日嘅作答咧，咁其實佢會喺呢個23:59一刷新咗之後咧，咁其實佢哋就唔可以作答到當日嘅題目㗎啦，咁樣。咁亦都有同學可能喺作答期間啦，咁樣可能唔小心撳走咗個 APP 咁樣，關閉咗個 APP 咧，咁其實佢都唔可以再重新作答㗎啦。咁每位學生咧，其實每一日都只會有一次嘅答題機會，咁就需要老師可能要提醒佢哋可能每一日都要登入去參賽啊，咁樣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學生可能喺其中一日咁唔記得咗答題嘅話咧，咁其實佢第二日嘅比賽咧，其實都係可以去繼續參與嘅。咁佢只不過就係會冇咗，可能冇咗其中一日嘅分數啦咁樣。咁但係因為呢個比賽其實係連續進行5日嘅，咁所以就算佢可能冇咗第一日嘅分數啦，咁其實佢之後嘅2、3、4、5日咧，其實佢都仍然可以追得翻佢之前嘅分數嘅，有機會。好啦，我哋呢一個作答過程咧，會唔會有限時咧？咁樣咁其實咧就冇限時嘅，咁就好似頭先阿陳瑞依同學所講啦。咁其實可能有啲題目係需要錄音啦，咁樣咁有啲同學可能會讀得比較快啲嘅，咁樣咁反而可能快啲又未必會有即係好多好高嘅分數㗎喎，咁樣咁反而讀得準嘅同學咧，咁可能佢哋嘅分數會相對嚟講比較高啲咁樣。咁呢個賽事咧，其實主要就會係累積嘅分數去決定呢個獎項啦，咁樣。咁但係咧，如果遇到我哋同分嘅情況嘅話咧，咁我哋當然係時間較短完成嘅同學咧，咁佢哋就會勝出咁樣嘅。好啦，咁學校報咗名之後咧，仲可唔可以修訂佢哋嘅參賽學生人數同埋資料咧？咁樣，咁其實係可以嘅。咁只要係老師喺5月15號之前咧，咁可以通知到我哋嘅話咧，咁其實我哋都可以更新翻學生嘅參賽人數啦，同埋如果需要可能增加一啲帳號啊咁樣嘅話咧，咁其實喺5月15號之前咧，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做得到嘅咁樣，係啦。咁都有學校問我哋啦，咁如果呢個帳號咧喺比賽之後可唔可以繼續用嘅咧？咁樣，咁其實我都相信有啲老師其實可能喺呢個比賽之前啦，咁其實都有問我哋可能申請過一啲校園登錄帳號㗎啦，咁樣。咁如果係嗰啲帳號嘅話咧，咁其實一直都可以使用嘅。咁如果呢一次呢一個比賽嘅帳號咧，咁學校可能係之前從來都未有申請過我哋呢一個帳號啦。咁但係可能用完之後又發現哦唔錯，都幾好用，可能學生都想一直使用喎咁樣嘅話咧，咁其實佢哋完成咗呢個比賽之後咧，咁其實佢都可以繼續去用翻佢哋依家呢個參賽嘅帳號去嘗試我哋APP 入邊嘅其他嘅功能啦，咁樣去可能佢可以試下做喺呢個趣學城市啦，去興建下我哋嘅城市啊咁樣嘅，係啦。好啦，去到呢個學生咧，因為我哋都知道有啲學生可能會係喺內地同香港或者澳門，佢哋可能兩地咁樣去通學啦咁樣嘅話咧，就有啲學生可能會問啦，會唔會可以喺內地嘅屋企入邊去參加呢一個賽事咧？咁樣咁就係唔得嘅，因為咧呢一個趣學普通話嘅呢一個應用程式咧，就只可以喺澳門同埋香港兩個地區去使用嘅啫。咁如果佢翻咗內地嘅話咧，咁無論佢連啲咩網絡咧，咁其實應該都係唔可以登入得到去呢一個趣學普通話嘅 APP 入邊去答題嘅。
咁所以老師可能都需要提醒下學生咧，咁佢哋盡量可能喺學校返學嘅時間啦，或者喺境內啦，即係香港或者澳門嘅境內入邊去完成咗佢哋呢一個答題啦，就以免去影響到佢哋之後可能嘅比賽成績啦咁樣。好，如果用手機或者平板作答嘅時候咧，發現呢個網絡可能唔穩定咧，咁學生可唔可以從頭再嚟過咧？咁樣，咁其實我哋都頭先都有講到啦，咁每一位學生咧，其實每一日咧都只會有一次嘅作答機會嘅啫。咁如果佢可能喺中間可能退出咗，或者可能佢暫停咗跳咗出去嘅話，咁或者可能係佢個網絡唔夠穩定，可能斷咗咁樣嘅話咧，咁其實佢都唔會可以再從頭去作答㗎啦咁樣。咁所以咧同學咧喺作答之前咧，其實佢需要去確保到佢嘅網絡係足夠穩定啦。咁同埋因為呢一個 APP 入邊，我哋有啲題目都會需要去錄音啦咁樣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佢哋需要去確保佢哋自己個環境啦，咁唔係一個嘈雜嘅環境啦，咁可能比較安靜少少啦。咁同埋咧都需要提醒翻佢哋，可能喺個錄音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都比較建議佢哋可能撳咗個錄音鍵之後咧，唔好即刻就開始錄音啦咁樣。咁佢可能撳完咗個錄音鍵，可以停一停，停一秒左右啦。咁其實先開始錄音咧，咁會比較容易啲，可以完整咁樣錄到佢哋嘅發音咁樣嘅，係啦。咁我哋都會係提供翻呢個技術支援啦。咁呢個技術支援嘅時間咧，就會喺我哋大會嘅辦公時間啦，就一至星期五嘅朝頭早9點鐘到下晝嘅6點鐘，我哋都會會有同事可以聽到大家嘅電話，或者係可能 WhatsApp 啊咁樣去提供翻一個技術支援啦咁樣。